艺术家手提白色签码，一支一支的插伫土内底。只要坐火车，拢会互这片白色的地景所吸引。暗时一到，更是侪侪人来拍卡翕相的所在。这件作品是以台南盐田为创作灵感。我的作品是用50万根竹签去插出来的，每一个柱你插到最后说，老师不行了，这下去我们的手都会断掉。我想要想象的就是说，怎么跟盐的颗粒，每一颗都是盐的颗粒，然后在50万颗的那个颗粒里面呈现出盐田的那个的自然的美景，再加上说它是一个凹形的，所以它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天体的概念。为顶面往下骹看，放射性的光非常的水。这件作品以台南的巷弄为意象，呈现出一道一道的岁月甲人文风景。在创作这件作品的时候，特别想要去把巷弄的感觉做出来，让观众可以走进去。那不论他从这4个巷口哪个巷口进去，它都代表一个台南的一种面向。2024台湾灯会成立有光灯区，展现出府城人文、自然山海甲产业风华，以5条港路线为设计概念，让参观的民众感受到台南的历史记忆。我们整理了台南400年所拥有的一些重要元素，譬如盐田、凤凰木、庙宇文化、山海、巷弄生活，还有传统那个产业，还有很多的职人、未来科技。灯区内底总共有15件大型灯架作品，每一件作品拢是独一无二的，同时嘛强调在地文化元素甲台湾意象，展现台南之光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